司馬遷，孔子世家傳。太史公曰：斯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為人。昔魯，觀仲尼廟堂，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余抵回留之，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，至於賢人，重矣。當時則榮，末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皇后，中國言六藝者，節眾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